4月是属于小朋友欢乐的季节，加上配合世界地球日，台南市南区区公所喜手图书馆特别举办龙宝宝二手市集的活动，希望透过二手市集，让小朋友的厝内较少用的物品，会用的重新找到新的主人，学习环保再利用的概念。因为我们是想说，也可以让小朋友他们可以体验到这些物品跟销售的乐趣，然后也可以跟人际关系间的互动，然后学习到一些自我的行销。那其实我们主要也是想说，这些二手交易的物品可以让这个减少一些物品的丢弃跟无人使用的浪费，那也可以有一些环保的概念。那也可以在这些交易的过程中，那小朋友可以体认到说，其实父母赚钱是很辛苦的。那我们其实这个活动也有结合到台南400，然后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年的拢来读册的阅读集章的活动。那也欢迎民众可以到我们图书馆来借阅及参加这个活动。现场10多组的二手单位，每一组拢是由家长甲小朋友家己发挥创意，对单位的摆设、号名、搞叫卖。拢是由小老板一手来包办，不但让小朋友实际体验做生意，嘛感受到家长赚钱的辛苦。我带了很多工具和玩具，还有飞机，还有小吉他，还有叠叠乐人，还有书，还有小车车，还有机器人，还有大型车车。我就以前的玩具吗？有些是别人送我的二手玩具。你今天是要把这个要做义卖吗？对。怎么算价钱？10元。有以前的玩具，也有别人送的。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别人的玩具，我觉得很开心。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啊，就是可以凝聚那个家庭的力量，然后还可以把，对。然后就是让小朋友参与这种市集的买卖，然后可以体验一下当小老板的感觉，还蛮有意义的，很有趣啊，让小朋友知道东西要珍惜，不要都丢掉这样子。除了龙宝宝二手的市集，另外喜手图书馆嘛结合公益，设立找宝宝的小铺，民众只要凭发票或者是现金，就会用来换购单位的各种物品，而单位的所得嘛将转手捐予绿色团体。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